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不少民众唔敢出门，也造成南投观光业者真大损失。亲像是九族文化村，按去年春游将近7万人，今年呢是到到敢若剩4万多人，减少3成到4成。3年级旅馆的退房率嘛有1成到2成。虽然学校的毕业旅行，也有校外教学恐惊嘛受到疫情影响，被迫来取消。业者就希望讲政府会当斗3天，赶紧推出着相关的补助方案。 新正年过了后，天气变烧咯。九族文化村的北中营开要7、8成，隔雅营甲富士营嘛准备要伫2月中开始开。虽讲樱花开甲这尔水，不过却拄到武汉肺炎，服业一季的落3、4成。今年过年呢，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湿冷哈，再加上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今年过年的游客人数。 是衰退的现象。初1到初5，照去年来看，九族文化村加上2月谈流浪车的人数有要7万，不过今年却敢若有4万外，受到影响的佫唔若观光业。你去饭店大厅头一个爱做的代志，就是放体温。明明是旅游的大月，不过伫柜台登记的旅客人数却比过去减5成到6成，要甲房间退掉的嘛，共款加真多。已经有陆续游客因为疫情的关系。 做这个退房或延后旅游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结果，约有退了1到2成左右。武汉肺炎影响到观光旅游业，不管是普通的旅游团体，还是学生团体，拢改时间，无就是归去外班啊。业者怨叹讲日子真歹过，希望政府会当斗3天。很多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买不到口罩。 我们也要拜托我们相关的单位哈，跟长官哈，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这些旅宿业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哦，每天都是能够不虞匮乏的拿到口罩。疫情若是继续无受到控制，观光旅游业说落来一定会真歹过。政府就要赶紧制定政策来帮助业者度过这段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